在在的啦，都原汁原味，因为这不加开水的，不加水的，所以说吃出来都原汁原味的，客人吃一次就知道了。黄澄澄一大锅全是凤梨果肉，熬煮去酸加砂糖，自然出汁，成了100%的凤梨原汁。老板说，凤梨切丁切越细，出汁越多。现在是有机器代劳，以前可全仰赖父母的双手。哇，阿妹，哪个数就很强，你动作好快哦。那做惯了啊。啊，没说爱做惯嘞，做习惯了哈，做习惯了啊。年轻做到老习惯了啦。第一代老板娘回想，40年前凤梨滞销，她尝试煮凤梨取代糖水，没想到当年1碗1块钱的凤梨冰很受欢迎，几十年来成了城隍庙附近的招牌冰品，每天要销好几百斤的凤梨。就是削凤梨啊，2个力气这样做起来，永远都不会放弃啊。现在也是2夫妻打拼，但换下一代儿子媳妇接手，固守本业，开发出60多种冰品，始终不忘参考妈妈的做法。要选本产的、啊，要本产大颗的、啊，它才爆浆的话才好吃啊，才有那个吃起来那个红豆它沙沙的感觉。像绿豆，妈妈他们就是那种客家阿嬷的煮法，用蒸的，第一个省时间，可是又可以让绿豆的原味出来。夫妻俩都相信，简单的冰品、单纯的食材，讲究就有传承的价值。妈妈与一对儿媳共同消融出了好滋味，让他们的冰品不但成为新竹的在地特色，同时也打造了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。两个数据含量，爱做官的；两个数据含量，爱做官的。